但是呀，不把没一大地能就着前面啊，就这么，就是把我刚就这白色呀，白色不，基本上是一大片，马上就一下子就，是这个，啊，就有那白的些，啊，就有咱们在前面，一大地这个哪一个这个熊啊？那这没啥有，现在这不那白没啥分，知道干嘛？这个那这个。呀，这个哦。这不用打，这不用打，这是人。早餐不用那这这。啊，咱们到这不用那个干。当然，没，我这地的。不用那个用那啥的。我让你那也讲你走。我拿来的把是是很早带着。你说的，对，确实刚到可能。这把是了，你来老着了。啊，那把是，你那那不用看了，那种是在看中了，这个有那么的，这个呀。也得揪了，这这个3年怎么得？你快点，你有时间揪了得的用弄。哎，没到哎，到个南边的。啊，小狗啥不洗，到现在他们在那。这不错，这不错。你看这，当多真早上，看他们在那里，什么大的那天。你那谁就没看吧？当然，你那是我去不？这叫什么？这早上呀，咋不是去不去你那路的？你那玩，还是不我的嘞？都在不过什么事情嘛？哎，咱那什么呢？那不过你这这不让那个，他的面的，这是个嘞。那不过看不那啥个就是，哎，不过那个。喂，你发的？下大铺，下那大铺，下大屋，打一层菜是个挺稀的。发手我来帮你。发手一下，大样他们在弄，那不知道你呢。那好呢，这个月钱说3年开个3十几到了，他说我来几个是一到了3年，大妈到了，大妈到一个，我那个你不看，你那个8岁，我那个快上，你有时快一但是长不落啊，也得你什么都对了。啊，我那第10帮第10，那当然。嘛这嘛这的，他马老怎么他那马没动呢？那洗我的了，洗我去，但是俺那3年回去，马到俺那刚3年，他的那马没动，马着那去，你人家洗汤了，我的妈，我去吧。